高雄大庇湖车正式由高雄市政府代管。即阵呢，这园区出的管制立钱拢改做是电脑化，却因为初期运作袂顺，问题真多。交通局特别安排人力来斗3工，不过是临时通知，要求所有的科室员工拢爱落来轮班，牺牲因的休假，即卖也引起基层员工的不满咯。 民众提前行来大庇湖的服务中心，准备要办免柜停车的登记。自初起，大庇湖园区的出入管制收柜全部拢改做电脑化，因为未少侪伙人对电脑立钱的操作无解释，核心系统的初期运作出现真侪乱象，所以交通局就安排各科室来斗支援。不过因为临时临要进前工通知，计2工都爱轮班，平常日1工2班，1班2人；假日1工3班，1班6个人。可基层公务人员真不满，唔来向议员投诉，佮伫网络打文。员工讲虽冇补贴，不过因甘愿休困。公务人员其实他们没有什么1.33、1.66倍这些加班的加成嘛，所以其实对我们而言，还是希望假日可以在家休息。 外包厂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，市政府却在每一个假日都出动了动辄18到20位的公务员。其实呢，出动公务员在现场协助也不是不行，但我建议是出动停管中心1到2名的主管在现场督导外包厂商的业务就可以了。因为市府接管大庇湖，矫情居民甲新庄者也是维持停车免钱。不过因改做车牌辨识，爱将犹太库的车牌资料记入去电脑。交通局表示，进前拜托公所到登记资料效果无介好，这会变做这几工，真侪民众拢走来现场登记。厂商讲，逐工拢有200-300人来申请。进前公所敢有通知恁讲爱去办啊？无咧，无讲咧。你哪知影讲爱来这办？我今晚来到了，因讲我就知啊。加派人力之后，那还有一些略显不足，那也谢谢交通局体恤哈。那所以他有就是说有安排交通局的同仁啊，他们有排班来。 针对员工的不满，交通局敢若用文字回应，会用专案补助员工的出勤加班，后续会看民众的申请状况来进行排班人力的调整。记者柯家如赵阳高雄场报道。